不管是锵京词还是墨京城，都是认真的。他没有骗你们，工作真的挺忙的。那我得多吃2口了，不然下一次吃都不知道啥时候了。下回啊，那我想想，要不2个星期之后看看？真的？真的？如果我不加班的话啊。说定了。我等你。哎，尝尝。外面雨是不是越下越大了？哦，还真是啊，这么大的雨啊！那你回不去了吧？哎呀，那咱们想想夜宵吃什么吧。不行，我明天早班，今天晚上必须回去。啊，早班啊。不过倒是可以晚点回去。你还想吃什么？我可以点了。点你个头啦！外面下那么大雨，怎么出去买菜？哎，会不会太麻烦人家了？不麻烦吧？要不晚点儿，我炒个扬州炒饭，多炒一点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我可以带一份吗？可以啊，只要食材够，我就可以炒多人份的。我最喜欢吃扬州炒饭了，我现在就去焖米饭去。你们不知道在哪？我家菜都凉了。对呀。哎，你先吃。谢谢你，谢什么？对他们有求必应。他们不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举手之劳。而且看着他们吃的这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玩个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咱们用抽牌来决定顺序，就是抽到最大的那个人就是输了，输了我们就可以向他问问题，怎么样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从隔壁师兄开始。好。哎，上升。哎，稍等啊。作为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，我说一句啊，今天外面下大雨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条件大冒险，咱们必须都是真心话啊，真心话，真心话。那我说3、2、1，我们一起亮牌。3、2、1，你们俩谁追的谁？我追他。再来啊！第2集。3、2、1。先生最大，我来问，你们俩谁更喜欢谁？哎，怎么还有帮着答的？我刚刚没有说话呀。行，算你们过。再来。3、2、1。我呀。第一次是在哪里见的？超市。再来。3、2、1。学生最大。不是，为什么抽10次8次都是我们啊？你们是不是作弊啊？愿赌服输啊，生生们。就是啊。我来洗。这回肯定不是我。来。是不是第一次见面就喜欢我们生生？是。果然。他生生了。亲没亲过？当然没有。准备什么时候亲他？有没有计划偷偷想的也算？快说！要不给个面子，这回还是大冒险吧。那不行。哎，行，同意了。人家师兄下次还得再来呢。我得问出来。扬州炒饭。好。同意啊。那你会唱歌吗？既然到这儿来，要不唱首歌算了。我唱的一般。
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对啊，我们都很随便的。再说你又不是做这个的。对对对，随便来一首，我给你伴奏。啊，我也来，没关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行。行。不过我弹的不是很好啊，大家凑合听吧。没事儿。没事儿。那年我俩未相逢，抬眼双河万里的星空，不知此生路长谁与共，玲珑心事宛若梦。那年我俩初相逢，这首歌你灵犀牵引两心的触碰，他说过，今宵两夜相逢命途中，美人如玉剑如虹。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里，南来飞燕被归鸿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临走还让你劳动。他们让我想起过去的配音组，也是这样。方亚松家里条件不好，我们刚去医院工作的时候，他连食堂都舍不得吃。后来我就经常多做一点，让他带饭。那他可真幸福。哇，这雨还下挺大。只有2把伞，要不你先撑我的吧，就是有点可爱，你不嫌弃的话。没关系，那我先走前面。你俩到底到哪步了？撑伞都不好意思了。就刚开始。哦，刚开始啊，你可算承认了。哪有不承认？有啊，他对你明晃晃的，你对人家躲躲闪闪的，可以理解。当着我们面不好意思吧？快走吧，不是要赶末班车吗？走吧。小心地滑。你俩聊，我在旁边等你。谢谢你送我回学校，还给我们做吃的。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？啊？我们的关系总是要说谢谢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是谁？你不是从来不在外人面前露面吗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。他们是你朋友，不一样。可是什么？我们万一最后没有在一起，还让你被别人知道了是谁，多不好。你笑什么呀？我今天做什么了？
惹得你这么不高兴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我人还没有走，你已经联想到分手了？我随便说的。我比较理智。那我再认真说一遍，我是认真的，不管是强青词还是莫倾城，都是认真的。嘿，是什么原因？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想半天还是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做梦，还没有习惯，也没经验。我刚才那么说，只是假设了一个万一。因为你粉丝多，站在你的角度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也是认真的，看得出。末班车快到了，你快下去吧。我们这边下雨，不太好打车。那你记得给我发消息。如果我没有来得及回，那就是在手术室或者门诊、查房之类的，我看你就会回。不用了，我们两个打1把伞就好。一会儿下了地铁有便利店，我到时候再买1把就好了。雨下的这么大，你们2个人打1把，容易淋湿了。好吧。你朋友等你很久了，快去吧。看着你走了，我就。好。可以了，你就走了。我怕他赶上末班车。枪青词输了。我说啊，枪青词输了，一看就看得出你更喜欢隔壁师兄。可能吧。走啦走啦，快走。走。怎么样？我们学校周围漂亮吗？带你逛到现在，不评价一句。漂亮。还不走吗？看这雨下的挺大的，现在让你下去，我怕你淋到雨了。那再坐会儿吧。好啊，反正我也没事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看你还挺闲，在我们学校都待1天了。哦，我自己开公司，然后时间比较自由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
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直白夸自己能干的。其实也还好，也不算能干。我公司规模也不大，年收入够花。哦，你也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谦虚的。你是想走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我看你一直在敲方向盘，通常我不耐烦的时候也喜欢这样。没有，我就是想，你平时是不是都挺忙的？有的时候我想给你发消息，但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怕打扰到你。我不忙的，不忙，你随时联系我。真的？那行，我平时也都有时间，除了录音棚有的时候会回消息慢一点，其他的时间都还好。好，那随时联系。随时联系。那个，先生回来了，再见。先生，你怎么不带伞啊？忘了吗？走，雨好大呀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想看看医生长什么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朋友不懂事。小朋友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医生啊都长一个样，只有眼睛不一样。以后你再来医院，看到长我这样的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的，还有胸上有这个牌牌的，就是人给你看病的，记住了吗？医生，先帮我孩子看看吧，他突然昏迷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快进！不是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啊！我还在这后面排着呢，问我都不问一声，别人先进了，什么情况？事发突然，你没看到别人孩子都昏迷了？哼，别人的时间是时间，我的就不是了啊！大家按规矩排队。不好意思，我孩子真的昏迷了，先给他看一下吧。来，你让开。家属进。哎，什么是？就不能让人家先救命吗？你哪个科室的？这闲事你管得着吗你？昏迷可能有生命危险，救命要紧。好了，人家孩子怪可怜的，咱们也不是大毛病，就让你们先看嘛。哎呀妈，你别！就是呀，我们不都排着呢吗？人家是真着急才进去的。好了，这儿科本来就是病人多，大家都相互理解。刘医生白天看了100多个门诊，晚上又看急诊，这不刚刚不是急症吗？大家都散了吧。什么人连队都不会。散了吧。莫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会诊一个病人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怎么啦？你俩？请坐。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呀？过时不候哦。我和他，谁说大名？人家不是无名小辈，说。
干了？行啊。哎，刚才在聊你呢，怎么听说你今天在儿科见义勇为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儿科嘛，孩子都是宝贝，就这么一个两个的，容易着急上火。我听说他们科室今年可没招满人啊，以后人就更少了。等到以后没有儿科医生了，大家就知道珍贵了。哎，都不容易啊。哎，你不还没吃晚饭呢吗？趁现在没事，你赶紧把晚饭先吃了呗。好主意。不用，我给你带饭了，刚刚都给你转热了，吃吧。那你先吃饭，我去忙去了啊。哎，郭医生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有生之年能吃到莫医生给我做的饭，没有白挨饿。哎，人好，你帮我看看这个病历，我吃你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有点感冒吧。感冒怎么能叫没事呢？你等等，我给你找个感冒药。作为医生，身体多重要，你不知道吗？等着，给你冲一包。谢了。没事儿。你干嘛？聊聊。你聊，我听。聊聊呗，你看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要不然咱都快成陌生邻居了，是不是？你聊，我听。行吧。哎，你说你跟这盛盛曼一共才见了几次面啊？你就开始追人家了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我觉得感情这种事儿啊，咱得慢慢来，互相了解，知道吧？你得了解他三观是不是啊？什么爱情观什么样啊，价值观什么样啊，人生观什么样，都得了解清楚了。而且你还要了解他对父母什么态度，对小朋友什么态度，对小动物什么态度，不能太冲动了，知道吗？你不仅要知道他喜欢什么，还要了解他不喜欢什么。你要看看他是不是不喜欢那种太壮的，是不是不喜欢单眼皮小眼睛的，是不是不喜欢那种年纪太大的呀？你是不是看上谁了？啊？我看上谁？我没看上谁啊？我这不说你吗？你要是没谱呢，我建议你改天啊。别，咱就今天聊聊，再聊聊。啊，快，别睡了，才几点？来聊聊啊，三观。不聊了，睡觉。不聊了，睡觉。起床啦，起床啦！我男朋友请大家吃零食了，这是你的。这么多。来，生生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就因为你和你男人，让我觉得爱情还是值得相信的。春心萌动啦，那你还不赶紧找一个谈谈？爱情是会让人愉快的。应该下班了吧？怎么一直没有发信息？
床了，我10点了，起床了。帮我倒杯热水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我有点不舒服。你着凉了？不舒服也不盖被子，你看。你下回回你房间睡，我就能盖上被子。哎呀！水到这儿了，谢谢。有点发烧了，送你上医院去吧。没事，我躺一会儿。今天没班，我请了病假。要是再难受的话，等明天上班再说吧。行吧，你把水喝了，有药吗？有。那我看会儿剧本，你有事叫我啊。被子盖好了。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某人呐，自从搞定了倾国倾城的头牌之后，就开始放空大脑了。整日里啊，满脑子只有那个影子啦。谈恋爱切记一头扎进去，会失去自我，危险呐！顾生同学，我只是担心他加班太晚还在睡觉，不知道现在发消息过去好不好？哦，我不看了，行不行？哎，那不行，万一到时候男朋友飞了，就是，那多可惜呀！人家对你还挺好的。就是。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当然是希望往家身上好啦。当然啦。去哪儿啊？去找姜老师。十有八九。去图书馆，你忘了我们答应要帮老师整理书的。对啊，真是你等等我。周正，周正，哦，这两本也是那边的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诗诗，你的论文写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想再调一下，不过还没想好要怎么调。不是吧？我们学霸还有被难住的时候啊。小杏，过来帮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哪儿。哦，对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哪个？嗨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。老师交代的任务当然要来啊。毕业论文卡住了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俩一起探讨一下。好啊。要不今天吧？我今天你还好吗？都有时间。那我想好了，给你发信息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好，拜拜。挺好的啊，怎么了？我看你一直没发微博，还以为你是看到帖子受影响了。啊？树大招风，挺住，声声慢。啊？从专业人的角度看，声声慢的作曲太普通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说他有灵气？锵锵词居然还推荐他，谁大腿抱的？怎么啦？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哦，可能饿了吧。那一会儿一起去吃。哎，对了，刚刚我看到班长找你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就是论文的事儿。啊，就论文的事儿。吃饭，吃饱能解万事忧。我今天要吃肉末粉丝包。哎，对，不对啊，你这表情不对啊。
谁让你不高兴了？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做主。就是看了几个不好的帖子，心情有那么一点点被影响。哦，肯定是网上那些人说你的帖子，对吧？哎，先帮我弄一下，我去接个电话，一会儿。啊，喂。我刚刚睡了一会儿，还没有太清醒，我再睡2个小时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好不好？生病了？咽喉炎，有点发烧。发烧了？量体温了吗？凉了。那要不你再睡会儿，多休息休息。醒来给你电话。拜拜。珊珊，别为了网上的事不开心了。啊，没有。那个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书我整理的差不多了，你弄好就回去吧。我书。应该还在睡觉吧。小姑娘，怎么啦？忘带门禁卡啦？我男朋友在睡觉，我怕打电话吵醒他。进来吧。谢谢，阿姨，我帮您拿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去哪里？我也去食疗。真巧啊！你是哪个小伙的女朋友啊？哎，你是那个小医生不爱说话的小莫。医生好。哎，到了啊，给我吧，我家就住那儿。没事，我帮您送过去吧。谢谢啊。给我啊，阿姨，那您慢点儿。哎，快去找小莫吧。谢谢啊。拜拜。不会烧昏了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先进来吧。这有拖鞋，我先进屋，穿的有点少。你还难受吗？要不要去趟医院？你先躺
躺下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帮你接一点热水。冷不冷啊？穿裙子。早上出门的时候挺暖和的，所以不冷。要不给你拿条运动裤换上？家里地暖有问题，屋里不太热。你先躺下来，好好休息吧。我就是来看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这个药吃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么热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上次就想跟你说了，冬天一定要少穿裙子，对身体好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你毛巾是什么颜色啊？我打湿给你擦一下吧。白色的。我们在一个屋里待着，容易传染。要不，你出去坐一会儿。没事儿，我陪着你。听话。我是来看你的。听医生的话。这个毛巾，一会儿我自己会擦的。
怪不得饿了。面好吃。那你醒了。烧退了。好像退了些，不过晚上可能还会烧起来。那要不然去一趟医院吧。不用，我每年都会发烧几次的，过一晚上就好了啊。你出了好多汗，要不然我把客厅空调打开，开暖风，不然一会儿感冒。没事，谢谢啊，不用。你是渴了吗？还是饿了呀？我就想去趟厕所。去吧。你饿不饿啊？都4点了，要不然我点个外卖。或者我来做。我虽然没有你大厨手艺，但是煮个粥什么的还是会的。好吃吗？那些零食？挺好吃的。喜欢吃哪个？下次我囤零食的时候多买的。凤爪挺好吃的，猪肉脯也不错。算了，下次我从我家超市拿一点，顺便再拿一点，能填饱肚子。好，我报销。那倒不用。要不你再坐一会儿，我再进去躺一会儿，还是有点晕。出了这么多汗，喝点水吧。好，谢谢。好一些了。小子掉了，我来帮你。好了，谢谢。头发挂在表上了，你别动，我帮你解开。疼了？疼了就别乱动了。快了。那个，要不先把灯打开。那个，需要帮忙关门吗，二位？你先帮我把灯打开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，你看完剧本了？看完了，我这肚子饿，出来找点吃的。我那个，要不然也不能来打扰你们。他一直都在。哦，对，你刚才来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让他在自己屋里待着，别出来先走，省得你不自在。我喊电话了，那个就是，不过我肯定不出来。我们刚刚在讨论晚上吃什么，你在的话一起吃吧。穆老师，我要一起吃吗？你长着嘴就可以吃啊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晚上喝粥吧，家里应该有米吧，我再炒几个清淡一点的小菜。我想吃粉蒸牛肉枕。我也不会做，生病了不应该吃清淡一点吗？好不好？改天吃好不好啊？你发烧了。反正所有的食材呢都已经在冰箱里了。这样吧，我的烧也退了，我给你们俩做吧。啊，好。发烧了应该吃清淡一点的，你自己也是医生啊，你劝劝他。反正我不会做，你们两个谁做我都没意见。那我做吧，但是你要少吃一点。好。这个吧。啊，应该是这个。这么冻，这怎么吃啊？是不是得解冻一下？要不我们把它放那个微波炉里面叮一下？不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，这1分钟肯定好。那样就没法吃了，肉质都破坏了。那怎么弄啊？把它跟这个密封保鲜袋放在一起，在冷水里浸泡一下就好了。哇，好齐全啊！如果他不当医生，当一个厨师也挺好的。但是这个爱好不能当成职业，是吧？倒也是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莫老师啊，我们在等牛肉解冻，绝对没偷懒。哎，这还没好呢。对啊，我们才泡了不到10分钟。哎呦，看看这刀工，米其林3星呢，这是。小苏打、料酒还有筷子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行，谢谢。葱姜水。葱姜水。葱姜水那个我不知道在哪儿啊，就是我家厨房归他管。那里有现成的。这个是吧？这里有葱，应该这个。什么时候做的呀？中午做的。你那个时候不是在发烧吗？忽然想吃了，所以提前备着。蚝油、生抽。
哦，哎呦，豆瓣酱还有植物油。行，拌匀一下。二位还需要帮忙吗？暂时不需要。我去吃个药，你看好时间。腌制10分钟，时间到了你叫我。嗯。哎呀，幸亏你来了。我越来越觉得他有女朋友之后，这最大受益人居然是我。你看啊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这顿饭肯定就是我帮他打下手了。我也不太会做。你会不会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这方面天才啊。平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，他都是把喜欢的肉和菜先买回来，然后呢回来之后再去研究食谱，再去琢磨怎么做。先买食材，再决定做法。哇，好高级的吃货。这就不懂了吧？他这不叫高级，他这叫顶级，知道吧？主食吃粥。好啊。找一下米啊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现在这比我都熟了啊。那个孙子，你知道前2年穆老师那个转发事件吗？哦，知道啊，他粉丝都知道吧？那是他唯一的黑历史，每年都被拿出来说。就是有一个人宠物丢了，然后艾特他求转发，他帮忙转了，最后发现那个人竟然是个骗子。后来他删了微博之后还发道歉，接着这些人就一直说他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策划人，还说他骗钱、骗流量，还骗什么？人有多红，就有多少眼红的人。那个时候我看着他那样，可心疼了。网友们吵了3个月，骂了3个月，最后还被人肉。对，他就是因为被人肉，后来怕影响医院，怕影响工作和病人，然后就淡出这个圈子了。这一淡出就是3年的时间，好可惜啊！我因为他这件事情，我到现在连私信都不敢看，也不敢回复。艾特我那些东西我全都不敢看，我就怕什么？就怕这又惹什么麻烦。你看这穆老师不就是吗？到现在什么八卦的事情都不看了。所以呢，有一种恨叫羡慕嫉妒恨，这种恨你又说不出来他什么是非对错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，不用理会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对吧，生生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对。刚开始看到是挺不高兴的，以前也没什么粉丝，没什么知名度，就是一个小透明。后来突然那么多人这么说我，会不习惯吧？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而且我一听说他生病了，我都把这事给忘了。忘了就对了。这有些人啊，每天就躲在网络背后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也不用负责任，是吧？最好的办法，不听不看，是吧？看看，咱们要不然再炒一个香菇菜心怎么样？好啊，只要你不嫌我炒的难吃。再难吃也比我做的好吃。加油，我去不待会儿。粉蒸牛肉蘸香菇菜心怎么做？我去查一下。
没电了。时间到了。没有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想搜一下菜谱自己做，可以借一下你的电脑吗？那有平板更方便。不要频繁下床，这样感冒会加重的。已经不发烧了，只是嗓子疼，所以没关系。我之前发烧的时候，一天都没有力气起床。我曾经上午发烧，下午工作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。那，你爸妈不会心疼吗？还好，他们一个在肝移植中心，一个在心外，两个人一个星期能够凑在一起吃一顿饭，应该就很不错了，所以不会觉得我很辛苦。找到了吗？将打好的米粉加入牛肉中，充分拌匀，铺在盘中，蒸锅上气后大火蒸12分钟左右即可出锅，对吗？是这样吗？打好的米粉就在刚刚放葱姜水那里。辛苦女友大人为我做晚饭。谢谢你来陪我。我只是怕你一个人在家，万一没有人照顾。哦，好了，那我先去做饭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眼睛不舒服了？想看眼科了？来，我为你预检一下。有女朋友了不起啊？嫉妒，非常嫉妒。我怕菜不够，就做了一个小葱拌豆。谢谢。筷子。你说这人和人的命啊，是不一样。先喝粥。谢谢。生生。辛苦了。没什么。那我先进去了。罗老师，深不可测啊！生生，辛苦了。干嘛？
我要先吃第一口。现在来了。哎呦，这香菇菜心是我点的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哦，我们在讨论我们那个在讨论这喝粥吃豆腐是不是都应该用勺子？哦，对啊，那我去拿。哎，别，你别去，不能什么都让你来，我去。哎，那个勺子放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你找找看吧。他不会不吃葱吧？怎么会？他什么都吃的，你给他吃草他也吃。哦，粉蒸牛肉卷快好了，那我进去看一下。你先吃点。等你一起。你真的是为了逗女朋友开心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是吧？啊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别说让我吃草了，你让我吃什么都行。啊，我发现你今天的话好像特别多呀。不是我在房间憋那么久，我这好不容易出来看点好吃的，我开心，我一开心我不就话多吗？我这也是大病一场才有这样的待遇，你稍微收敛点。啊，行，收敛收敛，小气样的。谁呀？王可，要不叫他过来一块吃啊？好，我这一个电灯泡够了，不能再来了。你这王可是谁呀？你朋友啊？我不认识。有人了吗？没有。你说这电话也不接，咱怎么上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说开车不香吗？他非得骑个电动车，吹一路了还得在这冻着。起开起开，让我坐会儿。哎呀，这，不你都嘟嘟囔囔一路了，你开车不得找车位吗？不得交停车费吗？不得加油吗？我这多环保啊！充一次电管1星期，要不你起来。你闭嘴！我说一句，你有10000句等着我。你能不能先想办法怎么上去啊？哎，这栋楼是没人吗？怎么半天不出人呢？哎呀，哎，你说莫倾城不会晕倒了吧？不会吧？给他打120。我觉得120来了，可能也上不去。你觉得呢？啊，120也不能开门啊。嗯。哎呀。哎！这大爷不会是住这栋楼的吧？这必然住这栋的呀，咱后面还有楼吗？那他万一是遛弯的呢？谁拎着菜遛弯啊？你看，掏钥匙了是不是？乖，进去，是吧？您是住这栋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我住这儿。太好了，我们干嘛？小伙子，什么事啊？叔叔是这样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也住在这栋楼，然后他发烧了，半天不接电话，我们就是怕他在屋里晕倒了，就是想上去看看，您给开个门就行。对。什么单位的？怎么证明啊？你这朋友怎么这么烦呢？干嘛去啊？端菜。体贴入微啊。我来。给。那我先收一下。不用，先吃饭吧，一会儿让九美来收拾。啊，对，给我们家碗都我洗的。
哎，我们两个以水代酒，感谢生生班同学大驾光临寒舍，为我们准备这3道小菜。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就踏实吃饭吧啊！我先品尝这个粉蒸牛肉汁。我也尝尝。你确定这个菜你是第一次做？好吃啊！真的吗？这顶级吃货女朋友做出来的东西也是顶级的哈，好吃好吃。来尝尝我点的这个。还是有天赋的。哎，不是我吹啊，你这第一次能做成这样，相当不错了。那你们多吃一点。好，坐你发烧了，要多喝一点粥。好，你看声音都变这样了。你那个下次周年庆之前一定要把嗓子给我养好了。吃饭别聊工作了啊！哎，我前2天那个也感冒了，然后还去做了个体检。我那个报告你帮我看一下呗。行，你拿来吧。我去拿去。做的真不错。那是因为是你调的料。你的粥包的很好。来了，哎呀，报告来了，放好好看看啊，好几千块钱做的呢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这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平时话太多了，吃的太好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告诉你，小心得脂肪肝啊！哎呀，生生，你说我天天守着他，天天吃好的，能不得脂肪肝吗？是吧？确实是要荤素搭配，偶尔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好。啊，他平时不在家，我都吃那个粗粮，玉米面啊、小米粥什么的。行了，没什么毛病啊。好嘞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生生，你以后嫁给他，千万要注意这点，别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忘了这个粥刚打出来太烫了。慢点吃。那个人家粥太烫了，你给吹吹。你再说话有脂肪肝了，我告诉你。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，大哥？电话也不接，换拖鞋，真的是，你都给我俩急死了。他到你这是背着生生班干什么坏事呢？我好死了。哎，珊珊也在啊。你俩也来了？这不是怕你晕倒了吗？你们吃饭了吗？要不然一起吃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好，那我给你们打折。不是让自己打，让自己打。哇，这你们恋爱谈的可以啊，谈了没几天，次次都在家里。不错啊，我说怎么突然就发烧了？哥们儿，被人家骗家里人，坏人！纳闷，铁打的莫老师，你说病就病了。我是说，你俩到底吃还是不吃啊？去！哎呀，王可啊！我洗个碗，你把我冰剑全吃了。哎呦，我也发育发育啊！你辅助你发育什么？你别管了。哟，这个还换一头型，精神小伙啊！家里搞这么隆重。那个录音室有事，走吧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急事。哎，我吃饱了，一静坐，刚洗完碗呢。哎，说了有急事吗？啊，那个照顾不周啊，生生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那个主人家，你把人照顾好啊！我穿个鞋，看什么？你拿鞋，我包我鞋就这样。哎包你想做点什么吗？我都行。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屋子。好。
平时加班多，家里也没什么能陪你玩的。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平时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刷刷手机、看看片什么的。我好久都没关注电影了，要不我看一下推荐榜？不用了。不想看。不是，我是说不用特意去看，随便找一部就可以了，什么都行。好，那就随便找一部。走。哎呀，有家不能回呀。看看多甜蜜，真甜。他们俩在家里你侬我侬，我们在这喝西北风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想点活动，想点活动。主要现在也没地方可去，而且我这个车只能带一个人。你说我把你俩谁扔这儿？谁扔这儿都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你把车扔这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啊！我这新买的车，这要车丢了，是你赔给我，还是我自己亏着？行，你就守着你的宝贝啊！我就守。郑哥，我们俩打车走，去我家，我新配了台电脑。你家他妈远了，俺不去。行，你们都嫌我家远。谢谢。哎，师姐，你看我刚照的怎么样？哦，正好新买的，好看吧？这个总不能再讲一个菜谱吧？你在哪呢？是不是应该找个话题呢？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味道。哦，那个，你手机我已经帮你充上了。哎，苏多怎么了？充上了。哎，你让他帮忙看一下。啊，哎，我去给你泡杯热奶茶。还有多大？哎呀，我来等一下，哎，师姐同意。哎呀，我又看了，好了，那这个，你看看。谁呀？你和女孩子在一起一般干什么？还有莫老师不知道的事儿啊？啊？咋了？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正经点。哎呀，这多简单，跟他聊天、看电影、剧本杀、密室、游乐园也行。这不张嘴就来吗？真的是，你哪回？你别，不好，我只能说说。就是聊天、看电影、剧本杀、密室、游乐园。游乐园来不及了。这天确实不行，事儿还不少呢。哥哥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当然来不及了。人家都是早起去，下次吧，啊，下次我给你订票。问了半天，没一句有用。郑哥，就这态度，你还把我俩从家里薅出来，反正我要是你，我肯定忍不了。我也忍不了。问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大周末在外面瞎晃荡，给你腾地方，你这不说谢谢就完事儿了，给你支招你还嫌弃上了？谢谢，行了，不说了啊。什么？谢谢？别撂了，忘了。什么笑？真过分。哎呀，我回录音棚吧，你们两个爱干啥干啥去。哎呀，哥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不说我俩也没法走呀，确实也带不了两个人。走了，匪少，去打晚上戏，赶紧走，看见就烦。你看不着喽。
到录音棚说一声啊，哥。小心烫。谢谢。哇，这个周边是新出的吗？没见过，好好看啊！给他们当配音导演送的，估计只有工作人员有。哦，好特别啊！一会儿洗干净给你带回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想要。我知道，但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啊。我们俩的关系倒也不用这么客气。这个奶茶好好。那以后走的时候给你带上。不用，我问什么牌子我自己买。让我们家超市进货。我们家开超市的嘛，替客人尝尝什么好喝，多进一点，要对客人负责。你们家超市口碑很好，医院的同事经常跟我说。对啊，开了很多年了，很多退休的医生还喜欢打电话到我们家让我们送货。是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过去不在这家医院。啊。哦，我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。这家鲜肉月饼超有名的，每天都这么多人排队。是啊。想吃吗？我请你。不过就是要排一会儿，没事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今天休息。那我们排队。我爸。珊珊，珊珊，哎，珊珊，看着就像你，叫你那么多遍没听着啊？没听见。没听见。怎么想吃蟹肉月饼了？正好你妈下午买了，别排了，回家吃吧。来，上车。不，我同学他们一会儿就过来，是他们想吃，我帮他们排队呢。我跟他们夸下海口，说我们家门口这个鲜肉月饼一绝，所以爸，你先回家，等他们来了。我和你说啊，你妈下午买了好多，咱们几个根本吃不完。这样，你让你同学上咱们家里去拿啊，上车。不，爸，热乎的好吃。
你今天有点奇怪，丫头啊！啊，平时让你来买，你死活不答应，说就不爱排队。今天什么情况啊？体验生活来了啊？哪有啊？该往前站了。嗯，你先走。爸，你赶快回家，我一会儿买完我就回家哈。啊，不是我回什么去啊？我得买东西啊。哦，那你快去买东西吧。那我买东西了啊。拜拜。那我去了啊。你刚刚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拍我一下，我还以为我爸认出来，或者你怎么了？你。爸，你不是去买东西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啊，你。你是叔叔莫医生？对，我是。我终于把你想起来了，你经常去我家超市买东西是吧？我家超市就在你工作的医院对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这么巧，巧吧？我刚才看你就特别眼熟，但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，就没好意思上来跟你打招呼。没事没事。这是我女儿生生，这位是莫医生。啊。哦，叔叔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，在超市见过，有印象。对，是啊，在超市帮我忙呢，这丫头啊。生生，你好。这丫头叫人呢，愣着干什么？你好，莫医生。生生啊，你不知道莫医生特别的优秀。我们超市那些病人的家属啊，只要认识莫医生的，都向我夸他。你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优秀呢？啊！不讲了，叔叔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到你们了。那莫医生先买吧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我家有好多，你这个爸，他是我们超市的客人，你这么热情，万一把他吓着，他以后不来了怎么办？他和我年轻时候长挺像。爸，你不是要买东西吗？你这么晚，万一我妈生气了怎么办？是，我先去买东西啊，你买完赶紧回家，别让你妈久等了。你看这队都白排了。赶紧去。好了，莫医生，超市见啊！哎，爸，拜。好了。啊，你都买好了？刚刚我爸就突然回来，真的吓死了。你看我演的好不好？那我呢？配合的怎么样？来，说好了我请。下次嘛，反正这里我以后应该经常会来吧。那你一会儿上车就吃，热的好吃。谢谢你，今天过来看我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今天生病了，好好回去休息吧。而且，万一又遇到我爸怎么办？好。附近的地铁站在哪？过去一直走5分钟就到。要不然我送你吧。万一碰到你爸怎么办？行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
好吃。生生还没回来呢。哦，说是同学来了，要一会儿呢。嗨，反正就在巷子口，让他多玩会儿呗。下次。生生，你怎么又突然跑出来了？我家里人不着急我回去，我怕你找不到地铁站，所以就出来看看。你呢？你怎么也往回走了？哦，我反正也没什么事，想在你家附近逛逛，第一次来嘛。哦，那要不然我陪你走到地铁站，就带钱。好啊，顺便带我转转你家附近。走。这条路我之前还真没来过。我小时候就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。珊珊，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哎呦，你爸没跟你说我买了2大盒啊？哦，说了。本来是卖给同学的，没来我就自己拿回来吃了。小馋猫，吃饭了还吃？少吃点。那我先下去了啊。算了，低调一点。好吃吗？非常。方老师，好久不见啊！方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还知道回来？几个世纪没见过你了。我这不是太忙了，没办法，事业型的。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好久不见。虽然咱俩在一个医院，儿科最近忙坏了吧？这一到冬天特别容易感冒，尤其小朋友，一天天往医院跑。2位大忙人，赶紧干活。干什么？我之前跟人事商量过，这次得招2个人。你们可以看那个画五角星的，是递交简历想加入咱们录音棚的。豆豆姐也太不心疼人了，我刚回来就让我干活。一会儿还要回医院。回啊，夜班。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等一下写完意见，你就可以去加班了啊。好，好，来吧，来。谢晓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谢晓，花名走调。我这次报名完美配音组，是因为我早年的一段经历。认识啊？机缘巧合。我可不会因为你认识开绿灯哦。我也不会。我不是本地人，毕业之后就出入社会了，做过很多工作，送过快递，送过外卖。我最赚钱的一次就是在演唱会门口卖那种灯，就是耳朵灯。我特别喜欢听古风类的歌曲，虽然我的成绩不好，但是我小的时候就
语文还不错，挺喜欢读古文古诗的。我机缘巧合之下加入了一个音社，我就在其中担任写词的工作。我们不是音社，主要还是以配音为主的。那你为什么选择完美配音？是这样，我除了喜欢古风类歌曲，我还特别喜欢听广播剧。我也有在学配音，我特别喜欢听完美配音组的广播剧。那会儿也就是微博刚有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默默关注你们这个圈子，一直支持你们了。所以其实配音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但是网上不止我们，还有好几大配音社团。其实是因为早年我看了你一个元老的采访，我觉得我和他的成长经历挺像的，都是父母离异，从小一个人长大的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，谢谢你。我粉丝啊，我可不会因为他是你粉丝就给他开绿灯的啊。那我有可能会哦。没原则，但诚实。行，看看他的配音作业。跟你说个秘密吧。你这种大嘴巴还有秘密啊？这件事还别人真不知道。前2天我报名了一个配音班，完美配音班的。难怪你小子没钱吃饭，合着全交学费了。这次呀，他们招2个正式员工。你报名了？必须的呀！我想着正式员工有工资有社保什么都有，能代替我现在的工作不说，而且配音一直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等我拿下了这份工作，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同甘共苦了。好事儿，人家是有名的配音公司，肯定福利好。就是吧，不一定轮得上你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能轮上我吗？怎么样？如何评价？公平分还是粉丝加成？这名单里每一位都是你录音棚的学生，我相信你给的应该是公平分吧。行，那就直接打分，然后看总成绩。大家都打完了，就差咱俩了。一会儿给出，我让豆豆算个总成绩。好。香啊！完美配音，不就是枪听词那家吗？对啊。没和生生说吧？没说。不说最好，免得隔壁师兄多想。就是啊，隔壁师兄人那么好，咱们还是别给他添麻烦了。以后在生生面前能少提枪情词就少提吧。懂事儿。废话。你要是冷就进去，有事儿吗？在这滋儿咋的？我等你算分呢。这很着急吗？我准备明天算完直接给人事。今天算好吧，毕竟今日事今日毕。都8点多了，我算完人事也下班了。他确实着急，你就赶紧给他算吧。里边有他女朋友啊？当然不是，我这么大公司，我这是担心咱们配音组未来人才状况。我一会儿要去医院了，算出来心里踏实。行，给你算。就我们4个人打分。那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？有几个，这届整体水平还不错。周正呢？他有没有特别喜欢的？不知道，没问。不问好，打分公平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这比较……哎呦，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我这什么来着？76。这位小少爷，你能安静一会儿吗？我这算错了，一会儿又得重新算。您来。不干活嘴还碎。哎呀，没去上夜班？时间没到，一会儿就走了。几点了还不走？哎，咱们这批新学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费亚松的粉丝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
当时自我介绍特真诚，最后考核也很认真。那个小孩，他当时回忆自己过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想起咱们完美刚成立那会儿了，记得吗？怎么不记得？我记得那会儿啊，你们跑我那个出租屋里面，在我墙上面贴那个棉花弄录音间，我睡觉都没地方睡。你还说你光睡觉，你干活吗？你能不能先算分啊？我一会儿真要去值班了。豆豆，他呀就是想知道他那个粉丝的分数够不够录取，你就赶紧算，他好踏实，要不然他就这么一直窜上窜下的。这样啊，不早说，矫情。就算你不想拖生生的关系，至少能让他问一句结果吧。看你一整晚坐都坐不住。不行，我得坚持原则。怎么许愿最灵？我还是看看幸运吧。幸运不够相信，我有个占星的朋友，好的好的，你要和我说具体的出生日期、城市，要具体到几点啊？具体到几点啊？这得让我问我奶奶呀。必须要具体到几点吗？最好有啊，要不然会不太准的。谁呀？这是不认识。挂了，小子挺有性格啊。忙不忙？还行，在家里坐不住，来超市帮我妈了。你呢？有个广告要录，加油！问出生时间实在太麻烦了，要不然我就只填出生日期，不要那么精确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吧，只是你给的时间越准，我给你算的越准。喂，谁呀？请问接电话的是谢晓吗？网名是走调。你不会是？我是完美配音的风雅颂。哎，你们还算不算？我是被录取了，我还是被淘汰了呀？不会是安慰的大奖吧？你小子挺逗啊，不愧是我粉丝。你被录取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被录取了吗？我第一次跟您说话，我现在心情有点激动。我以后真的是完美配音的一员了吗？对，你以后就是我们的人了。知道你现在开心，我还有事情，先不说了。明天人事部的老师会联系你，告诉你办理入职手续的时间、要带的证件，还有后续的事情。好，没问题，我24小时等你们的消息。期待正式见面。啥也听不见啊！咱这门隔音太好了。可以啊，你小子！完美配音新成员，恭喜恭喜啊！你看我平复一下我现在的心情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。我一夜之内我就达成了2个心愿。你这偶像可真多，一会儿锵金瓷，一会儿风雅颂呢。哎，锵金瓷那是大家的偶像，风雅颂可不一样，他是我爱上这一行的理由，完全不同。哎，那孩子简历上面有朝朝暮暮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不会有第2个朝朝暮暮吧？对，他是生生的朋友。哦，难怪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伤心呢？啊，这么晚还等着出成绩呢？你不跟人家说一下，他朋友来咱们录音棚了？本来想说的，后来一想，还是让他朋友亲自跟他分享吧。欢迎光临。你怎么来啦？你不是要去录广告吗？想过来看看你。
那早知道刚刚让你送我过来超市。殊途同归。你晚上除了鲜肉月饼还吃了什么呀？没吃，一直在忙录音棚的事，他们在招新。那我给你找点吃的。这个是刚刚煮了从家里带过来的，给你弄一点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要吃萝卜、冬笋、海带结、鱼豆腐、千叶豆腐。可以了。这个萝卜呀是刚煮的，可能煮的不够糯，你凑合着吃。这个冬笋煮的刚刚好，不软不硬，你尝尝。我煮的，亲手煮的。那你先忙。好吃。欢迎光临。哎，魏师也在啊？这么巧。这里的关东煮超级好吃，每次都要抢的。给我也来一份。好。哎，你想要什么呀？和他的一样。他要的你都要吗？都要。好了，谢谢，吃完结账。哎，妈，帮我热一下。啊，行。你在这儿吃啊？拿回去都凉了，直接吃完回去呗。我还有个售后报告没写呢，我得回去啊。那你回去呗。好像这萝卜炖的火候不太够，你觉得呢？对我来说刚刚好。你喜欢吃软的？是啊。哎，小姑娘，和你慢慢说，下次多煮会儿。哦，好。这鱼豆腐不错哎，很新鲜。是不错，主持人手艺很好。你好，你的饭好了。那边女生的一起结了。哎，不用啊。哎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小票还要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哦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莫医生走了。再见。哎，听你们科室的人说你今天生病了。没事，小毛病。加班熬出毛病来了吧？不过我们科室春节也忙，我只休了1天。哎，我听说你爸升院长了。对。恭喜啊！可惜不是咱们医院的。谢谢。不过你也是想不开，不去你爸的医院，非要来这儿，在自己亲爸手底下做事，容易得多。有道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萝卜不错，你再帮我加2块吧。为什么不回来跟我聊天？有外人在，要是被发现了多不好。一起结还是等一会儿？我还要再拿2个酸奶，最后一起结。我真的觉得这个萝卜很好吃。那我先回去啦，莫医生。好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今天超市里怎么不放歌？那莫医生想听什么呀？我最近在网上听了一首歌，很火古风的《朝夕》。那我找一找，不一定能找到。
各大歌曲排行榜都是第一，应该不难找吧？好像是情人节那天发的，成绩还不错。就是这首。千万个朝夕，从何说起？描摹于笔身。买东西。如同云滴是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你怎么不同意呀？多帅呀！耳畔一更心三更雨，千万那我肯定就同意了。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都鼓起，听见你独白句，说我很想很想你，如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，一遍遍日久生情。你刚生完病能骑车吗？骑车带你应该没问题吧？上车。怎么了？我们分开的这2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呀？你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接你下班就很开心啊。你知道路吗？知道，刚查过地图。坐稳了。坐得稳吗？还行。那我加速了。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？你抱着我吧。让我沉迷。前面的路比较颠。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I love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I
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I love you. 好香啊！谁家在做饭？啊，前面右转就到了。哦，就到了。你先停一下。停一下。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没有人，我带你去看看我家。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发那首歌？与君归吗？我觉得太高调了，不好意思。是哪一个？啊，这儿，就是这栋了，从那个蓝色的门进去就是了。这一栋就是我家。哦，生生，生生是你吗？啊，是我哥。你站那干嘛呢？那人谁啊？对，就是这儿了。你一直直走，然后右转，看到一排那个门，你看一下门牌号就知道是哪个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小妹妹。哎，不客气，叔叔。啊？做好事指路呢。哦。外公，回来了，对不对呀？水果好了吗，三哥？马上，珊珊啊，回来了。冰箱里水果快没了啊，我又买了一些。来，外公，你先吃这个。谢谢三哥。哎呀，珊珊啊，我看刚刚那楼下那人干嘛呢呀？问路的。问路的？真问路假问路啊？真问路的呀？我怎么觉得你俩认识呀？认不认识啊？啊？认识啊。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别紧张啊。不是，是那个超市对面的医生，他说他那个女朋友住在那个弄堂里，他第一次过来，所以我就顺便给他指了个路。女朋友在这儿？对。哦，不是找理由跟你说话吧？没有，我又不是大美女，又不是谁见了我都喜欢。珊珊，他真的是医生吗？你看过他工作证没有？还是他故意这么跟你说的，想博得你好感啊？我跟你讲啊，现在这些小男生啊，可有心眼了。哎呀，你们这几个当哥哥的也真是的啊，要给妹妹一些自由，尤其是给她交朋友的自由。外公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网上可都说了，社会变得可复杂了。我们家就生生这一个姑娘，你单纯又容易相信别人，我们给她把关是应该的，对吧？我就是顺便给人家指个路。外公以为啊，美好的爱情，第一在于缘分，第二在于意外。意外？我跟你外婆的相识就是一场意外。想不想听故事啊？想。你外婆的哥哥当年参军打仗去了，一走就是很多年，一直没有音讯。你外婆跟他哥哥的感情非常好，一直想念他哥哥，
一直想到没有念想了。突然有一天，里弄里乡有人喊他哥哥的名字，有一个小伙子还答应了。你外婆哭着就跑出去了，结果到那一看，这个小伙子不是他哥哥，但是名字一模一样。由于你外婆太过失望，又太想念他哥哥了，你外婆就抱着这个小伙子使劲哭啊哭啊，怎么劝都劝不了。这个小伙子很有耐心呐，就一直在哄你外婆，哄啊哄啊，哄到最后就结缘了。哦，那个小伙子就是您？你说巧不巧？这也太……你外婆哥哥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，这就是个意外吗？是挺意外的。当然了，你外婆哥哥的形象比我要强很多了。外公您最帅了。外公您太谦虚了，在我心中啊，您才是最帅的。生生啊，还没睡呢？怎么又开灯了？外公，你还没睡啊？没事，我睡不着，想写写曲子，您先睡吧。你抓点紧吧，早点睡啊。那我小声一点。报告，铁打的呀，回来就工作，睡不着，还不如把之前欠的都录了。OK 了，那我进京剧了。哎，上次你女朋友来，我也没好意思盯着人家看，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有照片吗？没有。大哥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没好意思和她要。合照有吗？也没有。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。我以为周正他们跟我开玩笑呢。哎，那你这算是网恋吧？算是吧。哎，告诉你一个秘密啊。其实我跟我老婆也是网恋，打游戏认识的，在一起做任务做1年多，1年多之后我们俩才开视频。哎呦，连线之前我这紧张啊，我就祈祷，别管长成什么样，毕竟我没有感情基础嘛，对吧？只要别像我妈那个岁数，就行。但是最后你也如愿了呀。如愿，欣喜若狂。好了，不扯了啊，干活了啊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广告啊。今天这个广告分15秒和30秒2个版本 ，VO 长度也不一样。咱们先把这个短的15秒的给录了啊。我先溜一下啊。这段广告词有点拗口，能改吗？这段话用在广告词里会有点太书面语了吧？品牌方的人会过来确认录音吗？你跟他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之前他们倒是说过，录制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，录完之后电话里给他们听一遍就行。丁鹏他们就不过来了。豹哥，那我们先试一遍吧，看看怎么改好。
我们每天见面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？刚忙完，睡了，晚安。晚安。要不要打个睡前电话？不要了，你白天发烧，晚上加班到现在，该睡觉了。好。明天我在超市，你要想见我，随时。好，晚安。这次真的晚安了，不许回，马上去睡觉。妈，今天周末你不睡懒觉啊？难得周末，我帮你看超市。帮我看超市？啊？真的没别的事儿？没有啊。